文化新眼界來看第37屆團結金曲獎已經公布入圍名單，其中這屏東恆春建成150周年的紀念專輯《春霞小唱》，是一口氣入圍作詞、編曲，也有演唱等7項大獎。另外，這當年投入滿洲民謠傳承的國寶張立貴，伊嘛摕到音樂類的特別獎，也有入圍最佳演唱獎。歌詞唱着爸母種番薯，為着請囝兒的辛苦，演唱者陳慶祥老師這條恆春民謠《思鄉記》，提示時勢愛感恩惜福。吳曲仁老師的白母調，用傳統樂器樂琴伴奏，同款表達天下爸母心，奉勸大家愛友好時代。這兩條民謠歌曲收錄在紀念專輯《春霞小唱》內底，嘛入圍這屆團結金曲獎的最佳作詞獎。哦，若講到我會入這個金曲獎哦，真正是我意料之外。我是想講，就落去啊，改成講安尼試試看就對了啦。無像較早人嘛點油的爾，若去倒呀，就一罐米酒吼，大家就愛啉吼，就媽媽說，就你一句我一句就唱啦。是。所以民謠安尼流傳咱這民謠。是足有意義。團結師攏真歡喜，第37屆團結金曲獎30公布入圍名單，屏東縣政府出版為着紀念恆春建成150周年製作的專輯《春霞小唱》入圍7項，有最佳專輯製作人、最佳作詞、最佳編曲、演唱等等，展現屏東佇傳統民謠和現代音樂融合的創作實力，嘛讓恆春民謠擱一屆受到關注。最困難的部分就是讓他如何可以用新的編曲，然後用年輕的語會再重新，你還是聽得到這個鳳港小調，但是呢，你會覺得好像聽了一首新歌一樣。除了專輯入圍6項，當年努力在滿洲民謠保存甲傳承的國寶張立貴，今年也得到團結金曲獎音樂類特別獎，嘛入圍最佳演唱獎。縣府文化處表示，這屆入圍是對規個表演團隊的肯定，未來會推動藝文計劃，讓恆春民謠文化繼續傳承落去。記者柯炳哲，屏東報道。